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節目。睇片之前呢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，多謝晒啊！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最快新聞頻道。最近農曆新年本應係全家團聚歡慶佳節嘅日子，但慈樂邨樂旺樓一個低層單位卻突然遭遇嚴重污水倒灌，變成一片狼藉嘅黃金屋，令一對年老夫婦嘅新春蒙上陰影。事發喺2026年2月16號農曆大除夕中午時分。單位內座廁突然湧出大量黃褐色渾濁污水，水位迅速升高到浸過腳踝，客廳、睡房、飯廳全部被淹，陣陣刺鼻惡臭撲面而嚟，糞便、廁紙同不明污物隨水漂浮，場面令人作嘔。受影響嘅係一對長者夫婦，佢哋嘅仔女當時正陪同父母返鄉下過年。接到房屋署電話通知，單位門口有水滲出之後，立刻聯絡親戚開門，自己就匆忙搭高鐵趕返香港。推開家門一刻，全家人都呆住咗，眼前所見係全屋地板浸滿污水，家私電器、床褥、入牆櫃、衣物幾乎全部泡壞。初步估計經濟損失高達5萬至6萬蚊。子女事後喺社交平台發文形容父母喺新春期間愁眉苦臉、滿面憂容，原本應該開開心心慶祝嘅節日，卻變成無妄之災，令人心酸不已。房屋署對呢宗事件極度重視。當日中午，清潔工人喺樂旺樓清洗走廊嘅時候，發現污水從單位門縫流出，拍門冇人應答之後，立即通知屋邨辦事處。親戚大約12點半到場開門，職員進入單位之後，見污水不斷從座廁湧出，情況緊急，佢哋馬上關閉同一座向所有單位嘅沖廁水總掣，截斷水源，防止繼續倒灌，同時安排高壓通渠車到場處理。工人清理地下沙井嘅時候，愕然發現裡面塞滿毛巾、濕紙巾、布類物品以及其他各種垃圾雜物。呢啲物件明顯唔係正常沖廁會出現嘅日常用品，房屋署初步判斷極大可能係個別住戶蓄意將佢哋沖入公用排水管，導致管道嚴重阻塞，污水無路可走，只能夠從低層單位反湧出嚟。呢種行為唔單止直接破壞整座大廈嘅排水系統，更加可能引發衛生危機，後果非常嚴重。房屋署當日已經展開多項跟進行動。屋邨辦事處人員即時上樓，向涉事單位樓上共36個單位逐一派發提醒，其中24個單位當面口頭叮囑租戶千萬唔好再將毛巾、濕紙巾等物品沖落廁所，其餘12個則以書面通告形式放入信箱，同時喺大堂張貼大型通告，強調正確使用排污設施嘅重要性，避免類似悲劇重演。辦事處亦都即時申報保險公司，協助受影響住戶提出索償申請，盡量減輕佢哋嘅經濟負擔。清理工作由當日下晝5點完成，職員全程喺單位內協助徹底消毒及清潔。事件之後數日，房屋署安排專業團隊喺2月23號至24日，用攝影鏡頭逐段勘察排水系統，並以高壓水槍徹底清洗樂旺樓所有污水沙井同地下渠管。初步結果顯示，管道冇明顯損壞，至今未再出現倒灌情況，證明跟進措施初步奏效。署方更加表示，會研究喺相關渠管安裝物聯網感應器，實時監測阻塞風險，一旦異常即時警報，進一步提升管理效率。從更深層次睇，呢類蓄意堵塞排水管嘅行為，往往反映出行為人內心積壓嘅負面情緒。香港公屋居住環境密集，人與人之間空間狹窄，日常倫理摩擦或對生活壓力嘅不滿，若果未能夠及時疏導，就容易以呢一種隱蔽方式發泄。心理專家指出，呢種行為看似針對低層住戶，實則破壞公共設施，傷害嘅唔止一人。長期處於高密度環境嘅居民，可能因為工作壓力、家庭問題，或者對公屋生活嘅無力感產生報復性衝動。尤其喺節日期間，孤獨感或者不滿更容易放大，導致衝動行事。受影響嘅長者家庭則常陷入焦慮、失眠同無助情緒。仔女需額外提供情感支援。
社區亦都應該加強鄰里互助活動，例如舉辦調解講座或者心理輔導小組，幫助居民化解矛盾，避免小事演變成大禍。回顧香港公屋污水倒灌歷史，呢個絕非孤立事件，而係多年嚟反覆出現嘅社區痛點。2020年至2021年，房屋委員會接獲大約500宗相關投訴。2022年上半年已經錄得135宗，唔少個案均在排水管內發現英泥、石塊、報紙、膠袋、飲品罐、牙刷、膠餐具，甚至女性用品等奇怪物件。2024年牛頭角上村一名住戶入住20年，單位曾經倒灌8-9次，即使房屋署換過喉管，問題仍舊持續。住戶形容每日提心吊膽、苦不堪言。通渠時，工人需用大型吸水機，污水幾乎湧出屋外，家私衣物全毀。2025年，大埔富亨村一個新入伙單位唔夠1年，已經倒灌4次。最近一次污水浸到大門口，長者因為地面濕滑跌倒受傷。住戶向房屋處反映，經過調查，主任回應住客就會慣，引發公眾強烈不滿。區議員指出，該村遭受混住，管理複雜，經常發現衣架、內衣等雜物堵塞管道，低層住戶成為最大受害者。公屋排水系統設計本來已經盡量減少彎位，加入疏氣喉管平衡氣壓。新屋邨更更新技術指南，加粗喉管內徑，提升天台排氣管位置，但再先進嘅設計都敵不過人為破壞。污水管由頂樓直落到底層，呈 L 型轉彎，低層單位正好係最接近倒湧出口嘅位置，污水冇掣可關，一旦阻塞，壓力直衝而出，防不勝防。房屋署近年積極應對，除咗每年安排高壓清洗沙井同渠管，仲推出全方位教育宣傳。小冊子、屋邨通訊、入伙講座都反覆提醒住戶切勿將裝修廢料、日常雜物倒入排污設備。裝修期間更加密巡查，避免工人亂掉物料。新措施包括研究物聯網感應器實時監測，對於嚴重個案提供臨時居所或者協助調遷。屋邨管理扣分制亦都加入相關條文，不當使用排水設施可扣15分。2年內累計16分，或者面臨終止租約，起到強力阻嚇作用。此外，房屋署自沙士疫情之後已經大力改善排水系統。2020年推出排水管檢查計劃，檢查大約80萬個單位公用排水管，發現41000個單位擅自移除分支排氣管，已即時修復。2022年通過排水管改善計劃，分階段加長天台排氣管，加裝獨立 U 型隔氣彎管，補充洗手盆用水，補充水封，預計2年半完成，大大降低倒灌風險。呢啲工程配合教育宣傳，成效漸顯，但人為因素仍然係最大隱患，唯有全民提高公德心，先至能夠真正杜絕問題。今次慈樂邨事件雖然處理迅速，但亦都再次敲響警鐘。公屋係基層市民安身立命之所，本應溫暖和諧，卻因少數人不負責任變成噩夢。我哋呼籲所有住戶從自身做起，珍惜公共設施，尊重鄰里，遇到可疑行為應主動舉報。平日使用廁所嚴格遵守正確方法，唯有大家齊心維護環境，社區先至能夠真正安全舒適，讓每一個新年都充滿歡笑，而唔係惡臭與淚水。最快新聞頻道會繼續跟進同類事件，為市民發聲，守護香港公屋嘅居住質素。各位觀眾，呢一段新聞為你報道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嗱，最後咧要提一提大家啦，見到片尾咧有幾格嘅畫面啦，呢啲咧都係屬於我哋其他嘅影片，有其他唔同嘅題材，咁啊大家不妨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啦，多啲選擇或者 share 俾唔同嘅朋友。多謝你哋嘅支持，係咁先，拜拜。